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复活节，福音主日礼拜。我们先将手机关机，并且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一个复活节纪念主从死里复活的日子，好不好？在这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赞美完全的归给神。现在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跟着我一起拍手，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来；将天敞开，你的荣耀降下来。万国赞叹你，你是荣耀君王，天上地下。
有的荣耀归给神，因为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永恒活的真神，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好不好？在我们坐下，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向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耶稣是我们的盼望，耶稣是我们的盼望。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有一位真神，有一位真神，他名字叫耶稣，他来到这世界上，为要救赎你。生命的意义，尽在这福音里。只要你开口呼喊耶稣，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耶稣是生命一切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掌归荣耀给神，好不好？在你坐下之前，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耶稣是将忧伤变为喜乐的神。耶稣是将忧伤变为喜乐的神。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是纪念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从死里又复活的日子。这时候，邀请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我们一起要来到复活的主耶稣面前，经历他的爱、他的安慰和他的平安。我的心忧伤痛悔，又怎搁行行？坐坐捆绑重担，我要扛伫你的听。主你听我做宝贝，唔通抹杀我。予我永远踮你面前，唔免搁着听。主你的听，
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时较悬，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着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当头头永远坚持无变愿，绝无啥物着当拆散，主你的听。让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因为我们相信，无论是生死、是疾病、是困苦，或是我们求也求不得的渴望，耶稣的爱都不能够因为这些事情被隔绝。或许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渴求，我们有所困难，我们感觉不到爱。但好不好在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求主耶稣的爱现在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的心有伤痛悔，也错过行行，这捆绑当大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唔通放手我，互我永远在你面前，唔免搁着惊。主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从头来唱一次，我的心。我的心有伤痛悔，也错过行行，这捆绑当大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做宝贝，唔通放手我，互我永远在你面前。唔免搁着惊，主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主你的听，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唱。我的心安慰我，无论是也我坎坷也开阔，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对达到永远，坚持无变换，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听，主你的听，我甲唱一届。主你的听，偷放我的心，安慰
担到永远，坚持无边缘，全无啥物着通拆散，主你会听。因为我相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现在的将来的，高处的，别的受造物都不能将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我们相信你因为爱我们，为我们而死。不仅如此，主耶稣，你的复活更证明了你是胜过死亡、胜过疾病、胜过恐惧、胜过忧伤、胜过所有困境的神。这世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你的爱今日就充满在这个地方，在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你的爱就进入每一位在线上观看直播的人里面。主耶稣，你的爱充满我们，陪伴我们，引导我们一生的道路。我们何等的幸运，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耶稣你的宝贝。我们何等感谢耶稣的爱，永远与我们同在。谢谢耶稣无条件的爱，谢谢耶稣。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到19节，台语汉语本。安尼，无论什么人，若甲基督结连，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大拢变做新的。这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和好，搁将互人甲伊和好的职务交代阮。阮所传的信息是安尼：上帝通过基督，互世间人甲伊和好，无搁追究因的罪恶，搁将这个和好的信息交托阮。以上，我再用和合本念一次。所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这就是上帝在基督里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信息托付了我们。以上是上帝的话语。这时我们要请张可云姐妹，就是小甜甜，来为我们做她的生命见证，请。Hello， 大家好，这是不是爱讲台语较会通？大家这哥哥您好，对哦，这是我第一届伫教堂做生命见证，有淡薄仔紧张，毋过嘛足欢喜，会使甲我的第一届，然后献互宜兰。其实吼，我做基督徒的时间无足长的，毋过我感觉上帝真正，伊真正是一个吼，咱人想拢想袂到伊的拣选其实一早就想好毋过伊安排的时间即个人要创啥，要甲伊囥伫倒位，伊拢全部安排好，拢想好囥好像我差不多一定伫10外年的时间，10外年，毋是时间，是10外年的时间内底，伫遐漂，伫遐那个龙六年应该安尼讲。最后去互伊拣选转来，才知影讲，哇，原来回家的感觉遮尔好，所以我
最后回家，虽然时间有点长，毋过我感觉我一回到天父的身边之后，迄种火热的感觉，就狂热。因为我感觉讲这才是我需要的，因为真正有天父是真的，其他一切拢是假的。对我来讲，那我的生命见证呢，其实大家人拢知影，我是隔代教养的，然后自细汉拢就是阿公阿嬷甲我带大汉的，所以就看到一寡阿公阿嬷，毋过其实恁拢足少年的，所以虽然我看会出来恁做阿公阿嬷，毋过拢是少年公少年妈。我自细汉的时阵哦，我就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然后咧，我爸爸妈妈吼，我自细汉对因就拢无印象，好，嘿，这就灰心的，我直接按就可以了嘛。好，来，我来试看卖啊，吼，我嘛第一届来，这是吼，好啦，嘿，下一页，好，我即摆吼要互大家来看我阿公阿嬷的相片。那无，Hello， 歹势哦，往那边，这我甲你讲，这真正是我是生了才变安尼。我甲你讲，真正毋好黑白生囡仔，一生了哦就歹转来的啦。嘿啦，这毋是，对，这是我细汉的时阵，阮阿公甲阮阿嬷。迄时阵吼，谢谢，我真正足可爱，所以阮查囝嘛足可爱，到我足像的啊，逐个人拢讲像阮翁，像我啊，毋才有水。然后，自细汉的时阵，虽然就是人拢讲爱，嫁着幸福啊，毋过自细汉吼，嫁对我来讲吼，我感觉其实我嘛毋知影是啥物呢。因为伫我有印象内底，我有阿公甲阿嬷，爸爸妈妈是啥物？对我来讲，会当可有可无，敢会当安尼讲？可有可无，可有可无嘛吼，会当有嘛会当无啦，嘿对，会当有嘛会当无，所以就是对于因拢无印象。毋过因为安尼，我就变做。其实隔代教养啊，若是讲有一寡人有经历过讲阿公阿嬷带大汉的，其实伫阮的心里面啊，拢有足强烈的。其实阮对阿公阿嬷的爱足深的，毋过阮毋知影要安怎去表达。就是我其实足爱我的阿公，我足爱我的阿嬷，我想要关心伊，我想要甲因讲一寡我的心内话。毋过，阮就毋知影要安怎开迄个喙，因为我会感觉讲，足有一种内疚的感觉。就算讲，你知影我爱甲，因为迄时阵我感觉我的阿嬷是我的全部。我感觉讲，较算若是有一天，阮阿嬷离开啊，我一定嘛会对去死。一定爱甲遮尔爱啊！毋过我嘛是无法度讲出喙，我就是感觉。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对因表示讲我的爱。伫我读幼稚园的时阵吼，我嘛是过了无啥快乐啦。而且我读幼稚园的时阵，我着转过5间学校。应该幼稚园会当读5间嘛，算足厉害的啦。毋过迄是因为吼，我伫迄幼稚园的时阵吼，拢互迄老师霸凌啦、言语伤害啦，阁有迄种啥物迄种佫甲佫诬赖我，所以吼，即马足侪老师吼，即马老师较好啊。毋过以前迄个时代，其实足侪老师拢会言语霸凌学生啊。我永远吼，拢会记哩，迄时阵啊，我迄个幼稚园要上迄游泳课的时阵，有一个迄时阵阮游泳课的老师，我永远会记哩伊，人乌乌啊，然后穿一领红色的内裤。歹势，毋是内裤，是游泳裤。佫用一个红色的BB啊，然后伊就叫其他的小朋友哦，然后拢先落游泳池落，最后连伊嘛落啊。我想讲奇怪，连老师嘛落我咧，伊既然是落去，然后我要落的时阵，分BB讲
比，大白鲨要来啊！逐个人紧闪开。然后，你哪会笑啦？我迄时阵足艰苦的呢。我迄时阵虽然足细汉，毋过我嘛知影我家己受伤啊。然后我就想讲，好啦，毋过恁若是知影吼，我是因为安尼才受伤，你嘛知影，情有可原呐。因为我以前就是阮阿公阿嬷甲我饲甲遮尔啊好，你看，肥滋滋安尼白白胖胖，因为我迄时阵吼，若是我其实嘛毋知影啥物是饱啦，我若是腹肚枵吼，阮阿嬷就摕物件互我食，我若枵，阮阿公嘛摕物件互我食，虽然阮兜以前足善食，迄个猪油拌饭好食，荷包蛋甲挂开，蓝豆油好食。这真正足好食，迄只要淋几，就是迄煮油拌饭会使食几啊碗呢，荷包蛋嘛会使食几啊碗，而且我阁足够做人的。迄时阵吼，我拢去到迄要讨着公庙啊，落去演唱会啊，我就介伫遐吼练消话，练到吼后来哦，敢若因查囝。伊就会去讲吼，你要食烟肠无？都嘛买。你要，你甲烟肠就好，大肠无？嘛买。就食，就食到变安尼。我无想过讲吼，既然生做安尼，会去用霸凌啦。所以所以有一寡，若是有一寡有机会吼，若是厝里有囡仔，你甲因讲适可而止就好，不要吃太胖啦吼。然后迄个后来其实我感觉讲，其实对我来，阮阿嬷可能嘛是用即种方式，就是讲甲我饲互饱，我腹肚枵，伊就给满足我这样子。然后这应该也是一种阿嬷对孙啊表达爱的方式，因为可能虽然我讲咱毋知影要安怎甲因讲我爱你，我就是。迄种关心什么的说不出口，相对我感觉阿公阿嬷应该嘛是有共款迄种状况，就是其实因对我的关心甲爱，因会当用行动来表现，因无法度讲出嘴安尼。幼稚园吼，就安尼过去啊。毋过你莫叫是幼稚园结束了都无代志啊。其实到国小的时阵，我嘛感觉无快乐，所以我幼稚园甲国小拢无快乐。国小无快乐呢，是因为吼，慢慢一点捌代志啊。因为我是彰化人，彰化人迄庄脚所在就是吼，就较封闭，你知影无？就是只要有一寡较迄对想讲风吹草动，你就厉害，因为你真的很有水准，嘿，对，就是风吹草动，嘿，对，真正就是风吹草动，我就要一受规片砖啊，拢知影。迄时阵呢，我去读国小的时阵，开始人感觉我甲咱妖怪共款，就开始有阮班咧白白安尼，逐个人拢来甲我看。我若是来看我水就算啊，毋过来看我是拢来笑我的，就讲伊啦，伊就是迄无爸无母的囡仔。伊迄无爸无母的囡仔，伊无爸爸妈妈咧，伊无爸爸妈妈咧，就是因为安尼，我开始才知影讲，原来无爸无母是即种感觉，会呛笑，就是其实迄时阵，迄时我心内足痛苦的，嘛是感觉足愤怒的，你知影无？你会足想要拍遐讲迄有诶无诶人，毋过。你阁无法度做遮个代志，你嘛无可能去甲阿公阿嬷讲，因为就是你嘛无可能互因烦恼，所以你哪会当放伫心内？所以这一切吼，我感觉我放久啊，嘛有一点仔会破病，毋过无法度啊，这一切就是。迄时阵我阁毋捌上帝，所以我就感觉讲天公伯啊，为虾米我遮细汉，你都爱互我足侪遐尔仔侪考验，遐尔仔侪无快乐，遐尔仔侪有诶无诶代志，为虾米我袂使甲其他诶同学共款，快快乐乐去上课，快快乐乐转去厝里，阁免替阿嬷做手工，阁会使吼会当订牛奶，会当食便当。毋过我以前拢袂当，厝里遮尔散，啥物拢无，转去阁来替阿嬷扫螺丝。就是足侪，我会感觉为虾米天公伯遮尔啊无公平？毋过，
熟悉上帝之后，你就会感觉这一切拢是有原因的。啊，到当我国小6年级的时阵，伊阁是我人生一个足重要的转折。因为我国小6年级的时阵，阮阿嬷进入了加护病房。迄时阵我当是一个12岁的囡仔尔，啊，毋过因为我嘛毋知影要安怎，我就徛起码，徛起码伫中华踅规个中华全部的庙，大庙、小庙，只要是庙，我拢入去，甲伊讲，不管是啥物神明，我拢甲伊讲，我要甲我的命分互阮阿嬷，我要甲我的命去折寿，第发节外会使，就是偌济互阮阿嬷，也是讲，就算讲全部互阮阿嬷嘛袂要紧。啊，为虾米安尼？因为我看电视顶就是安尼演的尔，因为电视顶拢有演讲，只要你去甲神明拜拜，讲你要折寿，也是讲你要用你的命甲人交换，互你上重要的是你爱迄个人，安尼就会成功。所以我就用即种方式到处去求，然后去拜托。啊，毋过因为我。你知影是你无法度想讲有一天阿嬷会离开你，然后你的世界上变做无阿嬷的时阵，我会安那？迄时阵我真正完全毋敢想，我嘛无法度想讲迄天来，我真正毋知影要安怎活落去，毋知影要安怎过，因为阿嬷就是我的全部。啊，毋过最后就是阿嬷嘛是离开啊啦，就是最后伊嘛离开。啊，毋过我迄时阵虽然伊离开的时阵，然后其实伊离开的时阵，我对伊有即个愧疚，因为我感觉我答应伊的代志吼，我拢还袂做。其实我的心内一直有一个足大的愿望，就是讲，我希望会当伫我18岁的时阵，会当骑机车带伊看规个中华。因为伊虽然食甲遮尔老啊，啊，毋过伊嘛脚头骨无好，啊，身体嘛无好，伊嘛无机会好好去中华行行的。我会希望讲，我18岁的时阵会当带伊去看规个中华，啊，我一定无机会通做啊。啊，阮阿嬷离开了后，啊，我就想讲，就像阿公啊，啊无，我就常常有一个想法，我就想讲，啊无安尼好啊，我伫厝里放火，甲厝烧掉，啊，甲阿公嘛。做伙带走，带去另外一个世界找阿嬷。啊，当我想要安尼做的时阵，就有一个声音甲我讲：袂用你袂用你安尼，你单剩阿公尔，你好好甲伊照顾，你袂当做安尼的代志。所以我就无安尼做啊。啊，毋过其实迄时阵我是真正就想要去找阿嬷，所以伫阿嬷出殡的时阵吼，我真正哭到要死要活，会当讲活到即摆30几岁，阮阿嬷离开是真正我哭上惨的时阵。所以我迄时阵我嘛感觉我的世界一切拢乌有去啊，因为阿嬷无啊，我感觉我的人生嘛无啊。而且你敢知影？迄时阵我有讲，我国小6年级的时阵，阮阿嬷进加护病房嘛。同时，我国小6年级的时阵，学校要办毕业旅行，啊阿嬷知影要办毕业旅行，啊毋过厝里就无钱啊，因为阮厝里就散。啊，我出殡迄天，阮姑姑就甲我讲，伊就讲小云，因为阮阿公阿嬷叫我小云，伊就讲小云，你敢知影？阿嬷要离开之前。讲的上尾一句话，就是讲吼，
就算讲恁去甲借钱，拢爱互小英去毕业旅行。啊，这全变做是阮阿嬷伫咧离开之前讲的最后一句话。我知影时阵，我真正感觉我对不起伊的，我嘛感觉足遗憾的，就是我感觉我欠阮阿嬷足济，啊，毋过我就是毋知影我会当用啥物方式，佫会使去弥补。用，就算讲伊无伫咧啊，我佫有啥物方法会使弥补我一直咧受？因为我感觉人生上痛苦的代志就是遗憾，所以我就拍拼的。啊，逐个人敢知影为虾米我遐尔啊想要做一个，就是明星，足红的明星安尼？啊，就是其实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就是我进前去，迄是慢慢啊有机会上节目的一寡相片啊，我去电视笑话冠军啊去搞笑。啊，毋过其实是从一开始的时阵，迄2个伫我心内，我感觉我一定要成功，是因为第一，我要互我的亲生爸母后悔，为虾米要甲我单调；第二，就是要互我阿公阿嬷感觉我，互因感觉。骄傲，就是我无互因闹气，因为其实伫阮彰化的所在，迄种庄脚所在，只要厝里出老师啦、出医生啦、出律师啦，拢会搭迄红字条，就是敢若厝里足厉害安尼。啊，毋过咧，我就无可能嘛，因为我无爱读册。啊，毋过我就爱表演，我就想讲，安尼我就变做一个我足有名的人。安尼是毋是共款会当互因感觉骄傲？所以迄时阵开始，所有一切，迄时阵我猜上红。啊，毋过因定定拢咧选啥物？迄国中美少女啦，啥物脚最长的美少女啦，空庭美少女啦，看啊，佫有啥物？迄啥物什么？我长得很像杨丞琳啊，迄群主持人啊，迄所有的我拢寄外基本资料去参加。我拢不管啦，不管他符不符合我拢寄相片资料，我拢寄啊。当然一寡搞笑的啦，啊，佫有迄种模仿的嘛，我拢寄。所以慢慢啊，就嘛感谢主，有一寡机会会当互我曝光。啊，我伫演艺圈内底，其实讲实在的，我嘛无外表，啊，我嘛无后台，啊，我嘛生了嘛无水，嘛无啥物你讲足厉害的，我唱歌嘛真正，我即摆唱歌，阮查囝佫会哭咧，所以真诶啊，我感觉讲你是哭啥？我感觉妈妈唱歌足好听啊，所以要其实伫这演艺界佫较困难。啊，毋过呢，我感觉我赢别人的是啥物？别人毋敢做的无要紧，我来；别人无想要做的无要紧，我做。啊，别人毋敢的无要紧，我来。啊，若会死咧，死就死啊！这就是我一直伫演艺界来秉持的一寡，我家己内心的心态，所以我拢一直用这个心态甲方式来面对我的演艺世界。所以有定定足侪人会误解讲，哎哟，到300的300几啊，安怎？啊，毋过无法度，因为阮是谐星，阮爱互人快乐。啊，其他阮定定上节目的时阵，啊一寡花瓶在底下足水的，安尼就会当领钱啊。啊无落乳沟敬礼，啊，阮若敬礼就敢若人出代志咧。啊，因敬礼就是哇，好性感哦。我嘛无想啊，就是我的定位嘛。啊，所以吼。慢慢啊，就是变成人制作单位就是讲，迄个其他迄人迄偶像啦，偶像迄无方便，你去用较好笑啦，啊，就变做偶像坐伫遐，啊，我就去遐吼，啊，就去迄大查甫，哦，你好帅哦，你好棒哦，胸肌好大哦，你可是我真正想要摸哦，我们还好，好不好？对啊，啊，人就会感觉讲，哎哟，300的花痴，恶心呢，伫遐美规工，你拢不搞不清楚状况呢？若毋是阮带互你欢乐，恁才会欢乐。啊，若毋是阮伫遐甲伊摸，伊才有镜头，嘛较拜托诶。阮真正谐星就伟大的呢，谐星就是要带给大家和谐的明星。
感谢主哦，这伫我心内压抑足久的啊，真的。哦，我真正哦，想讲，阮钱吼可能迄几个领会比我搁较济哦，啊，毋过规一讲来，因讲无三句话哦，啊，毋过啊，算啦，无要紧啦，这一切吼，拢是命啦。啊，毋过嘛是因为安尼，其实我有足侪机会甲别人无共款，别人的机会是画水水啊，穿水水啊，伫遐安尼扭腰摆臀安尼搔首弄姿啊，我咧做敢若几有劲啊吼。啊，毋过吼，迄时阵我是所有危险的游戏节目我拢去耍。我真正伫迄个进前啊，我一开始出道的时阵，迄全部游戏节目拢足危险的。啊，我耍甲吼，手去骨头脱臼，安尼就是弄甲安尼走位，啊，搁有像。就是爱垫垫子啊，跳，像个脑震荡啊，无我拢是即种安尼即种面的啦，甲遐弄来弄去，看像摔落啦。啊，像迄保利龙啦，看我跳会过啊，跳袂过啦。我若跳过，我歌手搁我挤啊，因为感觉我身头比保利龙搁大坑啦。然后，就是种种的迄种上危险的游戏，甚至他只是罚我去试道具，会不会很危险？我也去。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没关系，这些种种的经历都让我反而被看见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转念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很辛苦，这样很累，这样很危险，但我却觉得这是非常珍贵的机会，因为我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丑，不怕痛，只怕没有机会，所以才能够有，我觉得也才能够有今天的我。而且那个时候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刚出道，谁理我啊？但我上了一周刊，那个一周刊的内容就是某个节目真可怕，你看把人玩到脸都破相啦，然后就是我的脸，然后破相了，我好开心哦，因为我上了杂志了。然后可是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但一直持续，我觉得这都没有变，就是很多的心态到现在，其实我都是没有改变过的，就是初衷很重要，对，但只是比现在唯一的就是比较会保护自己了，然后。拍谁吼？我看是对，然后那时候啊，我就是除了非常拼嘛，然后慢慢我就出名了，然后我终于有机会主持了，要做主持人咯。啊，不过我第一个主持的节目是灵异节目，我就讲那灵异节目，嘛好啦，至少是主持人啊，所以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开始做节目，哪去到处摆，用迄时阵拢有足侪师傅的嘛，逐个师傅我就哪学哪看，倒一间庙就哪摆，哪去遐写名，伊拢讲来啦，写一个，无你点一个灯无？即摆全台湾毋知偌济庙拢有我的灯。然后讲吼，去无安尼，甲太子讲话一个啦，甲王母娘娘熟悉一个啦，甲观世音君啦，无什么，我拢而且吼，因为有足好的哦，迄落来佫甲我迄种法术哦，因为佫有啥物茅山道术，啥物术，迄拢无共款的哦，佫南。白这个各种吼我就拢所以你若是进前，你有看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我演的身高浑然天成，一点都不困难，真的，因为我真正完全这段时间就敢若身高同款啦，所以我什么，因为我到处去算，到处去看，什么拢会晓，而且有一摆有一泰国的师傅卖我一粒乌药丸，真正但是。这乌药丸啊，乌麻麻安尼吼，足大粒的，就甲我讲，一定爱月圆的时阵，你要看着月亮，跟月亮对看，然后看他深情的把药丸吞下去，他说这样会一生好命，然后我就吞完了，然后我想说，也没有改变了什么，然后这就算了。那你知道以前的我非常追求爱情，我想讲我要交男朋友的然后我迄时阵人就甲我介绍讲有一个王母娘娘最厉害，我一去伊就讲
你要爱情哦，好，我甲你讲要安怎做，保证你一定会找到一个好翁哦。我讲好，你会当找到好翁，啥物我拢做。伊就甲我讲，你爱去找迄土，软软的土，啊吼水水啊，一定迄红色的，哦，就是一定有泥，就是会有泥鳅迄种的迄啦。啊，伊甲我讲，你爱去找迄土，啊啊摆7粒石头，7粒石头，迄落甲伊抬落了后，最后一粒遐你开一喙接落，你的真命天子就出现，啊，我就真正甲接落，啥物碗糕拢无出现，啊，我真正哦，以前哦，这算命有诶无诶啊，毋知开偌济时啦，因为我就是即只阿萨布鲁，我拢算过，你想会到用树用迄叶子算啦，用咖啡算啦，用那个香菇，不是香菇啦，乌龟啦，用乌龟的壳啦，啥物碗糕我拢有算过。啊，毋过吼上奇怪就是，遮有诶无诶吼，我煞吼都参加甲足热情诶，啊，对基督教煞我敢若就陌生个遥远诶。啊，毋过吼，其实迄时阵吼，嘛毋是无艺人甲我传福音。其实足济呢，真正我这我就要算差不多20年啦。这段时间吼嘛，足济人甲我传福音。啊，毋过吼，我大概听因安尼讲啊，我的画面我就想着，恁咧讲迄毋就是电火条啊打迄信耶稣得永生，啊若不信耶稣，毋就下地狱，啊我就无介意啊，所以我就感觉哇就无感觉嘛，啊。因为安尼，我就感觉我乃离邪门歪道愈来愈近，啊，离迄耶稣煞愈来愈远。最后我咧想讲吼，可能是因为我细汉就是无一个完整的家，所以吼我就渴望有一个厝。虽然讲我知影我即个科目吼就渺茫诶，啊，毋过我感觉我嘛是。逐个人每生日拢有生日愿望嘛，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愿望啊！我就希望讲我能够有一个家，我会当有一个翁，我生一个囝，安尼我就感觉我的人生就完整啊。虽然讲吼，我逐摆去算命啦，算命先吼，不管是用啥物种算法啦，拢讲吼，我注定叫做孤老终生啦，无就是吼。你注定吼，你的子女宫吼内底就是没有子女命啦。最后算，几乎10个到8个拢安尼讲。愈安尼讲，我就愈毋死心啦，我就开愈侪钱。足侪拢讲，你无姻缘啦，你冤亲债主一大堆啦。你爱去甲伊去搬啦，搬烂啦，搬烂你著买愈侪金纸，金纸啦，金纸的钱嘛开啦，真正现金嘛开啦，啥物拢开啦。有诶就讲说，你爱去安怎去。佮讲吼，可能要去牵魂啦，因为啥物阿公阿嬷毋甘啦，所以吼，你去牵魂，甲因叫出来，甲因讲吼，你放心啦，我大汉啊啦，会当交男朋友啊啦，这啥物有诶无诶吼，出头一大堆啊，毋过吼，我就是我拢做啊嘛，就是愈因为安尼吼，我愈想要开始，就是要会当破遮个老师讲诶话法器啊，毋过最后。我就想讲吼，我非着这非着这一切，就是我想要得到一个答案嘛。开遐尔啊侪钱，做遐尔啊侪代志，就是为着一个答案。毋过非着拢无答案。最后一摆我就想讲，好啦，无安尼啊。较侪人吼，拢甲我传过福音嘛。无虽然我无感动，毋过吼。我周遭足侪朋友拢慢慢成为基督徒哦。连我迄时阵吼，上好诶拜姐妹花哦，阮两个吼以前拜哦，搁去丰原哦，拜迄三太子，搁去甲伊祝寿，住伫庙啊，人祝寿有无？有迄电子花车，阮搁去跳钢管替伊下行哦，连伊嘛甲我受洗啊！我就想讲夭寿哦，大家怎么都背叛我了？没有人陪我了。然后我想奇怪，哪会安尼？无去看卖啊好啊！我会记得我第一届去
一起发光是因为嘉琪安吴东燕的关系，啊，我就去一起发光。啊，若是恁问我讲，我第一去届去的时阵，敢有感觉？嘿嘿，完全拢无。但会记你迄个所在因为有爱宴嘛，物件足好食的，一澎湃澎湃，足澎湃，足好食的。啊，毋过坦白讲，其实迄一阵伫遐一起发光，就是迄阵去迄届啦。其实我有偷偷伫心内甲上帝唱声，啊，真正上唱的哦。因为迄时阵我都无相信伊嘛，我就唱声讲，啊，你若遮厉害，啊无你都我一个男朋友啊，安尼我就相信你啦，哼，啊个敢若家己足帅，啊我就离开一起发光了，哼，那哎呦奇怪，啊，敢若默默的，一切事情就转变了哦，因为后来我就真正有一个男朋友啊，刷落来，除了男朋友了后，阮阁结婚啊，啊结婚了后，阁有囡仔，所以我甲伊唱声，伊煞互我祝福，伊哪会遮戆啊？其实感谢主啦，真的感谢主，真的是阮一家三口安尼啊，然后其实我阁有另外一件代志，是我感觉真正互我相信神存在，以及我就是要这一生都要跟随神的关键，就是在我那个时候怀孕已经到了大概快8个月的时候，腹肚足大，迄时阵个疫情上严重的时阵，然后因为我以前有今年肾结石有开刀嘛，然后常常若是有人有肾结石，你就知迄种疼挂疼，足疼，啊，我的肾结石复发，然后怎肾水肿安尼，这疼甲要受骨啦，腹肚去大坑，你去倒位，其实医生拢毋敢收，因为就是足侪检查无法度做嘛，药也袂当开嘛。迄时阵我疼甲除了疼，阁无法度排尿，无法度排尿了后，阁开始发烧，因为你内底咧发炎嘛。迄时阵疫情期间，你只要发烧迄病医就烦恼啊。毋过嘛，我就先去嘉义诊所，就甲伊讲我的状况。迄医生嘛讲，我会使先替你，就是用上微弱，就是孕妇会当拍的止痛针。假如拢无，就是完全拢无改善，我就随甲你转去大病院，然后我就互伊拍，拍了，夭寿我那愈来愈疼，我就完全拢无效，愈疼，最后就转去大病院安尼。因为迄阵疫情的关系，其实迄个几乎拢无病房啦，我就倒伫迄种急诊室，你就好，你会使来做我翻译呢，赞！你会使伫边啊，急诊室，对，就伫急诊室。当然嘛，一开始是一定要照惯例做检查，伊就先甲我塞去妇产科听胎音，然后照一下超音波。迄时阵因为无法度做 X 光检查，所以因就用照超音波，然后照我的后背，然后发现迄阵肾水肿的状况非常的严重，然后之后呢，然后再就是用他们可以的方式去做检查，然后那时候就又把我推回去急诊病房，然后就在那边躺，然后我反正他们就帮我开始打点滴，可是那个点滴的药剂也是非常的微弱，所以我的疼痛啊什么的，还有我那个发烧，就是一直都降不下来。可是，在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对，因为那时候突然妇产科医师跟泌尿科医师开完会，就来跟我讲，他就说你现在要马上开刀。我说马上开刀，我现在怀孕8个多月，我怎么可能跟你在那边马上开刀？如果我开刀了，小孩万一有什么问题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可是依你现在这个状况，就是你一定要马上开刀，然后装尿管，然后你可以等生完再把它就是来拔掉。我说不可能，就是我绝对不可能现在跟你开刀，因为我的小孩是最重要的，我不能让我的小孩有一丝一毫的危险性的可能。
然后他们却跟我说，如果你这么坚持，到时候更严重，我只能跟你说，有什么万一，我们只会保大人，你知道吗？当妈妈为母则强，听到这句话，真的是，就是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那时候真的是，哇，我完全就是很崩溃，因为我觉得反正重点是，我绝对不会去做任何一个有伤害我小孩风险的事，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就突然想到，吴东彦曾经传过一封简讯给我，然后那封简讯是一起发光的 RPG 祷告的方式，然后我就快点去把那个手机拿出来，然后翻那个他传给我那个简讯，然后我就开始祷告了，然后我就开始就在病床上，我就说天父，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叫他亲爱的天父，因为还没那么熟，我就说天父，这是我第一次跟你说话，就是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我人生觉得最极难的时候，最痛苦两难的时刻会想到你，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我希望你可以让我顺利排尿，希望你可以让我顺利退烧，希望你可以停止我的疼痛，希望你可以让我的小孩完全平安无事，希望你可以让我不要开刀。如果你真的存在，听得到我说话，请你帮助我。我就在急诊室的躺了8个多小时，然后我就一直用这样子的方式祷告，就一直祷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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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祷告。然后过了8个多小时之后，第一件事，我排尿了；第二件事，我烧退了；第三件事，我不痛了。感谢主。然后那个时候医生其实有点吓一跳，想说，怎么会比他们预期中的情况还要好？就是怎么会这样？但你知道，医生还是会很坚持，就是希望把你留下来开刀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孩子，你放心回家吧。”然后我就觉得说，我就是要回家，然后当然医生会一直跟你讲的，好像很多好像威胁你这样，我就不管，我就签了我的那个出院的那个切结书，然后签完之后我就回家了。然后回到家的时候也很突然的，我就接到林道远的电话，然后林道远几百年没跟我联络，然后一打来问我说：“你最近好吗？”我想说林周妈刚出院呢，好吗？然后我就想，他就说真的假的？我说对。然后后来他就跟另外一个艺人朋友，然后一起帮我祷告。然后那时候祷告完之后，我就整个一直哭，然后圣灵充满。其实当下我在想说，应该是神派道远打这通电话给我，让我更加的相信他真的存在，然后更加相信他的存在。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呢，在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真实的实体聚会嘛，然后我就开始参加了线上聚会。然后线上聚会的时候呢，其实我那时候怀孕大概8个月，然后很多人好像在6个多月就有胎动，然后我就很羡慕，因为我的胎动很慢，我都没有感觉。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的女儿怎么不活泼，这么不活泼，应该很活泼，很有活力啊。然后就在每一个我们是每个礼拜5线上聚会，然后就在一次聚会的时候，在敬拜的某一首歌，然后突然间我的胎动就咚咚咚，然后我就想说真的更加确切的相信，就是天上的爸爸他真的存在，而且我就当下我就信了，我就是要跟随这一位神，这一位天上的爸爸这样子。然后因为疫情期间嘛，所以很多事情不能做。但那个时候牧师师母，就是一名牧师跟维尼师母呢，也是第一次做了这样的事情。他第一次透过网络电脑帮我跟我的先生做了线上的决志祷告。
然后做完决志祷告之后，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哦，就是一做完决志祷告，然后我就看一下我家，然后整个看到我以前求来的那些日本的日本的一些御守啊，然后泰国的佛牌啊，然后某某某吉星的符开的符啊，然后就是一些阿萨波鲁，反正我的小神坛呐，我就看了觉得很焦虑、很阿杂、很讨厌，然后觉得你们不属于这里呀，我就觉得好烦，然后我看了就觉得我就很想要，你知道，就内心有一个很想要把他们全部都拿走的感觉。可是因为疫情期间，通常除偶像都会请牧师师母帮忙，但是疫情期间不方便，所以我就凭借着我觉得上帝给我很大很大的信心，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完全想都不想，我就跟我老公说，因为我住台北，我现在住台北，他就说我把蓝色塑胶袋拿来，因为政府买的嘛，然后我就拿来，然后我就开始全部的那个项链啊，然后我的床下面所有的那个符咒啊，然后那桃花枝啊，全部丢啊，神像啊什么哇丢，全部好满，丢到我门口的财神爷也丢了。然后我老公还说有米耶，我说那不是重点，因为我买的那一张财神爷他抱了一桶米，他说米掉下来了，我说那不是重点。然后我就全部就一口气拿去我们的 B1 把它全部丢掉了。然后丢完之后，我回到家里，然后看到所有东西都不见的时候，突然觉得整个彻底松了一口气，然后就觉得哇，心情很好，然后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才是我要的，就是整个感觉都不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好开心哦，好舒服哦，然后好像本来你有一种枷锁跟捆绑，然后就都完全不见了，感谢主。然后在这当中啊，就也很感谢我所有一起发光线上的弟兄姐妹，就是在我生米台木的时候，在线上一起帮我祷告，然后我就很平安顺利的生下了米台木，然后米台木真的非常的可爱，这样子。其实我觉得米台木真的是神给我最大的恩典，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很少的小孩是，就是他对诗歌特别有感，对诗歌他就跳舞。他虽然才几个月而已，然后他在我月子中心回家之后的2个多礼拜，他就睡过月了，就完全是天使宝宝。然后就是他看到因为现在我的家里布置就变成十字架啊，还有贴一些就是关于基督的话语啊摆设，然后他也都是很有感的，所以我就觉得他就是反正上天，不是上天，以前不懂的时候我都上天，但其实我们所谓的上天，我们的天就是上帝，就是上帝就给了我一个这么棒这么好的恩典，然后也告诉我破除了所有以前那些坏嘴巴说的一切，因为没有什么说了算，只有神说了才算。Amen。对，然后呢，你们记不记得我说我第一次去一起发光的时候呢？我要离开的时候，哎呦，差点拔豆。要离开的时候呢，我就跟那个不是牧师，是跟天父呛香说。啊，你那么厉害，给我一个男朋友啊，我就相信你嘛。结果他给的我不是一个男朋友，是一个老公，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天使。一切掌声荣耀归给天父。对，所以我只能说，对神的所求啊，就是永远他给予你的，你真的是想都想不到，而且会超越你的所求所想。所以其实每一件事神早就都预备安排好了，只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他的时间，但是他都会在他已经
决定好的时间给予你，然后赐福给你，所以我们就等着领受。但这同时，我们当然要有一颗大大相信他的心，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呢，我觉得有一段经文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其实呢，完整的家跟我啦，就对我来说一直都很陌生。但是很奇妙的是，在我认识了耶稣之后，那个心里的缺憾，还有很多，就是那些从以前的伤和不平等，就是从小一直带到现在我成年来的一切，好像就是一瞬间哦，就一瞬间被神的爱给填满了。我觉得天父不但给我一个老公孩子，他还给了我一直没有的爸爸妈妈，那就是我的公公婆婆。对，我公公婆婆，然后他们很爱我，就是第一次见面还给我红包，然后就是真的对我跟自己的女儿一样。所以我常常在想，天哪，我以前在做什么？因为就是忙了这么久，在忙什么？因为只有神才是真的，而且是没有形式的，没有限制的。你要跟他讲话，在哪里都可以；你要求他，随时随地都可以。你要跟他讲话，随时随地都可以，不用还愿，没有反噬，没有害怕，只要你相信，然后他一定会听你说话，因为他真的很爱你。那我这样，你看这一切都回来，他把我的人生缺憾全部都医治好了，也都把我填满了。他给了我老公、小孩、爸爸妈妈，全部一切，就真的除了神之外，还有谁可以真的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然后再来呢，我要再分享一段经文。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话是真的，因为呢，在当我受洗的时候啊，虽然我先生做过决志，但一开始啊，他还没有准备受洗，因为他就跟我讲说，他想要自己有感受、有体会，他才想受洗。那当然我也接受，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这么久以来，我真的觉得要自己有感动、有感受才去受洗，才是对的，不是这样啊莫名其妙，而且就去洗，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而洗。最后呢，我先生就有觉得我一直在被神的爱调整，然后呢，他也决定跟上帝祷告，要夫妻同心，因为夫妻同心就是在爱里学习合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我真的觉得，每一对夫妻啊，都真的很需要耶稣，所以我真的觉得每一对夫妻都应该要一起信仰耶稣。那我的老公呢，后来就知道说夫妻同心的重要性，最后他也受洗了。然后，因为我老公受洗之后啊，我们就开始有了我们就是最小单位，我们自己的家庭祭坛。每一天呢，我们彼此呢都为彼此祷告。我可能为我老公的工作，然后我老公为了我的睡眠健康，然后我们同时为了我们的小孩米台木做祷告。然后，其实在很多问题，因为两人祷告，神必垂听嘛，所以在很多事情，我们祷告过程中，神呢也就慢慢的帮我们改善了，真的很感谢主哦。本来啊，我跟我老公其实是很多争吵的，就是吵得超级严重，然后甚至我那时候在月子中心就跟他吵到，我就心想说好。
我真是可怜，没想到我月子做了半个月，我就可能是单亲妈妈了，就是吵到这么严重哦。然后认识神之后，我们的感情呢，也就彻彻底底的被神给翻转了，真的很感谢神。所以我说，所有的夫妻真的都要一起认识神，然后再学习在爱里合一，然后就是丈夫呢就是头嘛，然后老婆是先生的肋骨，所以呢，你一定要顺服老公，但老公相对的也会为老婆舍命，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一定要学会合一，然后你们才会有最好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再来给你们一段经文。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一直以来，家庭的破碎，造成我的伤害。曾经我以为我没有办法原谅跟饶恕，就是尤其我的爸爸妈妈那一块，我觉得可能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哎。我还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哦，我还有一位还没信主，然后许孝顺哥，就是他会帮人家看字啊什么的，他就跟我讲说，你一定要学习放下、饶恕，你的人生才能够快乐，不然你会有一个结一直在那边。但我觉得很难，因为其实我对他们的恨，不是在于他们从小把我抛弃，而是在于我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的阿公阿嬷？我觉得我阿公阿嬷那么辛苦了，还要把我带在身边，然后养我长大，真的很累，很辛苦。我觉得我阿公阿嬷好可怜，我为他们抱不平，所以我很恨他们。那我就觉得这个恨，我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释怀。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在神的爱里面，我原谅了，而且那个原谅是真的原谅，你自己会知道，真原谅跟假原谅，假原谅就是说说而已，真正的原谅是被爱完全填满的那一种，你完全不在乎了，你完全没关系了，这就是真的。而现在的我就是真的完全被神的爱填满，我不在乎了，我释怀了，感谢主。所以啊，就是以前呢，我非常害怕填写，就是不是有很多时候，尤其我们上节目啊，出外景什么都要填写那个紧急联络人啊，或者是很多单子都要填写紧急联络人。以前我都心想说这一格要干嘛啦，我就不知道填谁啊，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填谁。然后后来我买保险受益人，我真的不知道写给谁。然后就是然后那个我的那个时候收益人，我还说，那不然就是给慈善机构好了。那可是那个紧急联络人什么我都不知道要给谁。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以前每天都会想说，如果我突然出事了，我尤其新闻只要出现什么套房的住套房的女子不小心摔倒死了好几天才被发现，然后或者是什么女生然后在家里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沉尸和身体还被狗吃了，然后我养2只，我想说他们会吃很久吧，然后你知道，然后我就很多这种，然后我就很多想说怎么办，我死了会不会很久才都没有人知道我死掉，然后我每天都会想这些啊，我也会有点害怕。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主，因为现在我再也不用为这件事情害怕了，因为我现在的紧急联络人呢，有我的老公可以填，然后我的保险受益人呢，也可以写我亲爱的老公，再也不会是空白的了。重点还是，我觉得我老公比我老公更大的就是那位爱我的天父爸爸。对，有了神的，就是遇到神之后，遇到神，相信神，跟随神，愿意当神
被神拣选当他最大的器皿之后，我觉得人生彻彻底底的转变。这个转变呢，不只是我而已，而是我觉得他让我的爱和家完整。相对，在我对每一个人，我都会用各种方式，我希望每个人也都可以。每个人一定都有不同的故事跟经历，但我希望每个人的故事跟经历到最后都是一个最好最棒的 ending， 然后都是依靠神，然后得到最好。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心里需要的是什么，求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一定会给予你们，然后会给你们就是或许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也许但是神给你的可能是更好的。感谢大家，然后也感谢主。然后今天呢，还要提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一个建立以爱为基础，真理价值为根基。我怎么会基为根基？幸福家庭，基督是爱，家是爱的基础。家对了，人生就幸福了。幸福家庭呢，沟通3关键，这个是我觉得现在如果有家庭啊，其实或者是男女朋友也是可以有3个关键，你们可以这样子做：一，倾听，就对方在讲话的时候就安静听完，不插嘴，然后就听完之后。听彼此讲完之后再开启对话，不然在你们彼此在那边都在争吵的时候，绝对都不会有好话，那也不会有结果。所以老公，你有看到吗？安静听完不插嘴 ，OK？ 好，接纳，不要急着澄清解释，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没有啊，我跟你说什么什么，可是我根本就还没有问你啊。所以你要就是先不要急着澄清解释，要听见想法，就是可能你的另外一半他问你才刚开口而已，你不要马上就你就听他讲完，然后他讲完之后，你再告诉他原因，然后再来就是问问题。很多人可能很多事情就是会藏在心里不敢问，可是他很想知道，所以他就会透过偷看手机啊，或者是偷问他朋友啊，去打听啊，那这样子的爱情其实都存有很多的怀疑，干嘛？最后往往都不会长久。所以呢，我觉得有任何的问题就直接问对方，心怀好奇问想法，带来爱与双赢。因为在问问题的同时，就是在沟通。所以这3个关键呢，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下来，也可以拍照拍下来，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呢，跟另外一半相处，我相信会来得更好，而且就是你们感情也会更加的甜蜜。谢谢。弟兄姐妹，没有人愿意将他的过去的这些特别是不堪的生命摆在人的面前。但是因着耶稣我们就能够得以重新再次接纳自己因着我们能够重新的看见自己的那个价值，那我们的主他是将我们捧在他的手心上的，我们是上帝那个他的手中的那个掌上明珠一样，所以上帝他看我们我们从创世纪里面就可以看得到，就是他说什么，他看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刚刚有看到小甜甜她在她的那个小时候的那个相片，她在昨天晚上她在分享的时候，我说那么可爱的一张小朋友的相片，怎么会说是什么样子？我说很难想象，而且
那个他的那种可爱，我是觉得说，这个是因为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造成的人的那种错误的看见，可是上帝看人是什么？他看为美好。所以我们应当要再一次重新的来去重拾那种从神来的那种眼光，看见自己。在圣经里面说，他说父母会离开我，可是耶和华总不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能够更多的去认识我们的神，那我们就会发现到说，那些原本我们从那个世界的那个价值看见的那些，不管是偶像或是所有一切你原本看为重要的事情，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那一些就都不重要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的是，上帝他在创世以前，他早就已经预备好要赐给我们所有每一个人给他，要赐给他那个从创世以来就已经要赐给我们的这一些祝福，只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要用着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去寻找、去找寻这一些期待我们能够去得着祝福的，却忘了那个真正的祝福就本来就已经在那个地方。我们需要的是愿意更多的来去接受它，让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这位独生爱子，因为他是那个祝福的源头，那这些祝福就会临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要再一次来邀请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当我们刚刚听了小甜甜她的分享，那我们也再一次在我们内心里面，我们开始去思考，当今天上帝在你的内心里面再一次向你邀请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来邀请我们的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救主？因为他愿意施恩赐福给你，也期待着我们真的是愿意来开启我们的心门，迎接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内心里面，好不好？我们真的是能够用着一颗祷告的心，我们一起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再一次来向我们的神来祷告，让我们真的是邀请耶稣说，主耶稣，在刚刚小甜甜她怎样的分享，你垂听她的祷告，也求主你也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这一些还不认识主你的这些我们的福音的朋友，主你自己再一次的来在我们的心门当中来敲门。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愿意来敞开我们的心，来迎接主你，来掌管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再随从这个世俗所有的一切的这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价值这些价值观，我们愿意更多的来倚靠主你。不知道我们这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如果刚刚小甜甜她所分享的，你也期待这位帮助小甜甜的这位神，我们也期待他也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好不好？我们就将我们的手放在我们的心口，我们也可以跟神祷告，说主我们一起用很虔诚的心来跟我们的天父祷告。我们牧师说一句，那我们也跟着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主你是垂听人祷告的神。主你是垂听人祷告的神。主你既然垂听小甜甜的祷告，
主啊，你既然垂听小甜甜的祷也告，求主你垂听我的祷告，也求主你垂听我的祷告，求主你掌管我的一生，求主你掌管我的一生，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被主你所祝福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被主所祝福的生命，让我的生命再过来是一个被主你得着从主你来的祝福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是一个得着从主而来祝福的生命，使这样子的生命是一个被主你更新的生命。使这样子的生命是一个被主更新的生命。我们这样子祷告，我们这样子祷告，都是奉靠主的圣名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祷告。阿门。阿门。我们用这一首诗歌来回应。我的心忧伤痛悔，摇抓惊吓。我的心忧伤痛悔，忧错个惊吓，最困巴当大我袂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最宝贵，唔通抹杀我。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你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让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忧伤痛悔，忧错个惊吓，最最困放当大我会看得你的疼，主你听我最宝贝，唔通把手我，我永远。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你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你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抓无啥物会当听煞，主你的听，引带我的路，保护我，你达到永远，坚持无变化。
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对他到永远，坚持无变化，绝无啥物会当拆散主你的疼。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主，若毋是你会听，主你为着阮世间人来到这世个世间，也为着阮世间人迄个毋离阮你的罪。主你互人钉死伫十字架顶，搁你有受埋葬，你伫今仔日过啊。主啊，但愿你迄个过啊的生命来充满伫阮每一个，阮不管是今仔日阮才第一遍捌你，还是阮伫过去阮就已经捌你的主。主你愿你迄个过啊的生命来重新来改换阮每一人的生命，互阮的生命是真做迄个主你所要祝福的生命。是迄个主你要引带阮行伫咧，阮无搁再伫遐茫茫渺渺，伫遐三无找无的迄款的生命，乃是阮要一生来跟对主，互你伫阮的生命内面来掌权作王，互你的生命来国外的生命来成做阮迄个对主你爱领受迄个忠心，迄个国外的换命来充满伫阮每一个人心内，互阮的生命会通来得到主你迄个大的施恩祝福，伫充满伫阮每一个阮在座所有众兄弟，互阮会通对主你领受你迄个你伫创世的时阵，你就已经安尼决意要赏赐互阮的迄个祝福，主你就安尼来祝伫阮所有的这众兄弟，互阮会通对主你安尼忠心。来改换阮的即个原底迄个旧的人，因为阮穿着主你迄个新的人的迄款的衫，就阮要成做一个新搁创造的人，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个满有对主你来祝福的生命。愿你听阮恳求的声，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做出基督圣名。阿门。请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就是囝，咱主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妇女比拉多面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上帝大边，伊要伫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犹原徛着，用感恩的诗歌来唱这首感恩的诗歌奉献的。请坐。这时，咱来请佩瑜技师甲秀美技师。各位若有新来的好朋友，也唔知影奉献的意义，唔免奉献。
请起立。会长，请坐。这是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各念2次。我们先用那个现代译本，用台语的现代译本讲：遮的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好好，搁将互人甲伊好好的职务交代完。搁一遍，这一切拢是上帝的作为，伊通过基督，互咱甲伊搁好好，搁将互人甲伊好好的职务交代完。好好本，搁一遍，用华语的吼，来预备，请，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再一次，一切都是出于上帝。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使命赐给我们。愿上帝的话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现在我们来看报告。在报告之前，我想先谢谢小甜甜可云姐妹，她是全方位的哈。所谓全方位，就是电视、电影的那个演员哦，还是那个艺人，她也是节目主持人，而且她是我们金钟奖的戏剧的最佳女配角，真的是多才多艺。愿上帝多多赐福她，并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今天呢，她也带他的另一半来，我们请他介绍一下。谢谢谢谢。然后我们还要请问，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本堂的好朋友有哪些？可以站起来让我们看一下吗？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本堂的，是那个博婷吗？博婷他就是主日学小朋友子恩子佑的爸爸，还有金兰阿嬷有来吗？哦，那是对，他是子恩子佑的阿嬷吼，感谢主，感谢主。那请问还有新朋友来吗？好，没有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报告。报告之前呢，我也要跟各位弟兄姐妹报告说，等一下呢，我们会有餐点。这个餐点呢，就是要带回去用的。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留下来，以小甜甜可以分享。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交易。那因为疫情期间，所以必须要这样子，餐盒要带回去食用。那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周报的报告。好，本主日是复活节主日，早上6点的时候有复活节的朝阳礼拜
9点半是我们合堂的福音主日，我们感谢基督徒艺人张可云姐妹，也就是小甜甜，来到我们本会分享生命的见证。礼拜以后呢，有福音餐会，欢迎一同留下来交谊。我们谢谢小甜甜。今日礼拜以后，我们要召开主日学教研会。第三，各项奖学金办法的修正已经在公布栏，有请弟兄姐大家去留意来关心。下个主日是大众传播中心奉献主日，传播基金会他派总会的研究发展中心黄哲业牧师代表传播中心到本会来证道请安报告。第五，下主日礼拜后召开长执会小会，请长执预备心参加。第六，成人主日学开设信仰造就班，以信仰生活实践为主，为期3个月，从5月第1周至7月底结束。上课的时间是每主日上午8点半到9点20。上课的地点在我们左边这个交谊厅的地下室，请吴芬兰传道担任上课的讲师，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报名参加。具体消息，4月19到21，就是礼拜2到礼拜4，在台南总会要召开67届通常议会，我们本堂牧师李牧师要代表参加会议。第二，23号就是星期六，在暨南教会七星中会婚姻部举办幸福人生婚姻讲座，详情在公布栏那边有很详细的说明，大家可以去看。第三，24号下午2点到5点，在罗东教会南洋区举行南洋区信徒造就会，讲员是胡忠敏牧师，他从朝见与回应反思长老教会礼拜的挑战和应变，欢迎弟兄姐妹踊跃来参加。第四，5月7号就是星期六的早上9点到12点20，在本会总会教育委员会与七星中会教育部共同举办2022年暑期以及主日学教材的研习会，请主日学老师们踊跃参与，每个人的费用是300块。但是呢，这个全额的费用是由主日学来全额补助。那希望主日学老师能够踊跃报名，并且请假曾建明校长。接下来就是代祷事项，代祷事项我们的牧会函都写得非常清楚，弟兄姐妹可以自己来过目。因为我们在看上周的出席与报告，还有下周的侍奉表，请各位同工预备心。然后我们再看会计报告，有各项的奉献，如果有什么出入的话，请与干事或会计来订正。以上报告。这时我们来一起安静我们的心，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内心深切的恳求，从2月22日开始，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造成千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家破人亡。求主上帝，你的公义临到这个世界，让侵略者灰头土脸，空手而回。还有全世界的疫情爆发，恳求主让疫情得以控制，并且有效的来防疫，让疫情早日结束，全球恢复正常作息，生态能够得以休养生息以后，不要再遭受破坏。亲爱的主，教会中有许多长辈体能渐渐衰退，求主你加添力量给他们，保守他们出入平安，也给我们有智慧，知道如何来关心长辈，关心他们的身心灵。还有正在做治疗的政论弟兄，求主你保守他早日康复，以及孟泽仁杰弟兄，求主你医治的大能
能够彰显在他们身上。教会中年幼的孩子们，求主你保守他们十分的平安。亲爱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愿你光照我们的内心深处，除掉我们潜在的骄傲、悖逆、顽梗的心，赐给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正直的灵，建立以基督为榜样、圣经为准则、圣灵为引导的信仰生活。使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这一趟是来荣耀上帝你的名的。我们将感谢、赞美、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的唱祝福的歌，请大家起立，赐福于你。说了后，咱来请咱牧师傅来祝祷。主啊，满心感谢你，你照着你丰盛恩典，是阮祝福伫阮所有在座这众人。但阮伫咧今仔日透过着小甜甜对阮的所分享的，主，阮要对主你也来领受对你来迄款安尼祝福，就是阮所祈祷的，主你要听阮的祈祷，也阮主你所求的，主你要照着你丰盛恩典，甲你的施恩祝福来施落伫阮所有众兄弟的顶面。互阮每一个人拢对主你领受，对你创世以来，你就已经决意要赏赐互阮的迄个祝福，就临到伫阮所有在座这众兄弟，互阮的迄个原底本地迄个旧的人，要因为主你的施恩祝福，阮要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互做的人，因为阮也要来得到主你的祝福。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只要恁的是信实，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地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请坐，灭道避讳。
在这个时候，我们教会有准备伴手礼，要请牧师来赠予我们的小甜甜夫妻，来到我们本会来分享见证。